那么人家说这些的嘞，到那做破张的农业加工的项目了，有被上下有些个吉林的这个这边去经营的，那么三江的套呢，我是起脚了，关于前下嘛是开始提领人呢，吉林的南了这个如果我当从没说我忙不就强江的乱种了，平年忙不多，提领那做伢都这国家配套。你嘛一个日数呢，你嘛确定搞不都加了是吧？他当的帮的执行的chế度嘛是记载也是来出下。你的啷个也是不说的话，他们对了这东西呢，没属于这个全部记起。那就直接写过来就可以。像这样当时要不12多万，热下了，那是对哦。人家说的团队个民宿这个有啥的，我嘛因那想那个嘛，这脚步的菜中大，安地面个组织个这康巴现在要吧，这种样子，那个个康巴因那得错的，我也得呀，老短节是得明白，这张啥就得自动起来有的了。人家说学员级了谁的，但那是康巴搞不有啥呢？小业的，那行动全部是多啊。他的各块头子呢，就大把的接不落的，他个人了下多啊。哦，人家说的，他等待我呢，这破张要我其他几个多了。马赛基嘛，他抽的囊了，破张塞，你把的人家不接不赢了，人家不其他差啥的多啊。哦，人家做学业记了，但俺做等你弄久了背是吧？你那南张的他六个今天准备吃，你说俺了，我说拉达吃不啥的，到我送他这几个囊了，这个厂嘛组织这都真的，我那女子的行商业是吧？马赛呗，他执行这个的，要不其他几多了，中国女子让儿下了。人家说的他，脚步热，我听得多了。但我嘛给执行预备个梦想套了，他都按照嘛不空个老艺术能了，让路里经历个南张风车这新竹车送啊，他提米他那个吉林的速度怎么也让新竹标车的吧？现在他都对只能我是怎么了？我听一都搞不起来差多了，马上被人家说的他，你嘛那脚步热刚了呀，没等个嘛了，他等到一个日记了刚啷时间，怎么做事多？到人家说的，但等那破张节为呢，那破张报道了，特别能记特重的这个，但是这的节嘛，80了你不能干出形式了，就年纪的话。到人家是他等那嘛这点如果那是重建的这恰些全部这当初的话，人家说的没个样子来工钱，他里面呢，人家做8点这些啊。把地因的团队团支吉林的马受控了，整个80前边恰些其实，他谈到那么3江差多啊，他的组织结果了，听到被门卫我同住这个城中你也子是，当不啥的。他的那个破张你不把接着难的。怎令那你样子定起一百东拉拉萨，我心那你他为南卡拉，初心江边你马语。呀，人家说，这个日经系也接了特别脚步的了，他谈的生锈30件行的话，他想不啷个那做，那80前辈参中了，就是了。